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10月底到11月15日，桃园新闻是在讲明日路上新闻版面，因为黄色洗阿伯。不过也洗阿伯来到也是从运势个外哦，展出无经验都崩黑的，从高雄家来嘅台版的洗阿伯也好点点的无风的。按到下次有到媒体引播，几多年都听表黑的体验艺术节，还有乜嘅，又系做乜嘅安排呢？也是节目嘅前2集单元，都要来探讨艺术节喺台湾嘅矛盾同困境。新屋也嘅淳朴嘅农村人口为5万，喺台湾也人口第2社會鄉鎮，客人徛喺嘅9上。不過也只嘅啥係全台灣清大嘅農業鄉鎮，觀開田丘嘅比塘，韓國係桃園南遊嘅景觀。台灣嘅文化局先提也辦體驗藝術節，請來國外韓國彩體藝術家。同作品結合體驗，而勾喚起民眾對比塘文化嘅關心。不過大多數民眾嘅重點還係搶黃色洗阿伯嘢。第一集單元先來了解一擺體驗藝術節本單嘅目的係乜嘅。個由國際藝術體系文化局舉辦桃園體驗藝術節，邀請韓國的崔振華、日本的草間彌生，韓國對荷蘭來嘅黃色阿伯創作者霍夫曼亞等藝術家，用環境保育同比塘文化資產保存做主題，而同藝術作品融合到新屋鄉安靜嘅風景當中，希望勾喚起民眾對比塘文化嘅關心。因為比塘係桃園嘅特色。最多的時間，桃園有2萬人口的比塘，也係存到2800人口。我禮拜展覽體驗藝術節嘅展覽，最主要係為來利用啲藝術家嘅作品來讓起大家嘅注意，大家嘅注意來讓來關心比塘。因為比塘係我哋客家人先人最重要嘅一個文化資產。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的作品《點點生命的腳跡樣》就表達喺新屋比塘，睇曬旅遊嘅污點嘅，喺桃紅色也條看上嘅東西巷就看得到，騰風破壞來破壞去，代表生命個體嘅細微能力，展現生命無窮用嘅腳跡樣。Kusama's artwork also presented in this outdoor atmosphere, and it's water and the wind and the sky and the trees. I think it's very good for this. Maybe people can find more significance of this place. So I think the Kusama's artwork is well adapted for this place. 韓國藝術家崔振華設計嘅體驗蓮花，表亞睇高粱58號比塘，風吹下去，一下開一下合起來，嗰種係真見嘅蓮花樣嘅。睇比塘巷一類大類一類細類嘅蓮花。韓國有傳承同期望嘅意思。全世界人都愛歡嘅黃色阿伯，喺桃園天意大比塘係不同故事，喺仲下繼續表達愛團扶貧嘅精神。It's not a difference. It's a project. My project is about connecting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not about being better or worse or more visitors or less visitors. It's about sharing love. 鹽隻黃色阿伯嘅到來，主辦單位結合桃園社區同片同業者推出特色片檔，主要用菜體食材、菜體料理嘅方式，
想要用一般大众的生活文化，强强迎合同在地的感情。用米的东西很多，因为我们会有南瓜板，我们会有客家菜包，然后我们也会有台梗9号米，然后上面配的是客家小炒。那我们尽量就用在地的食材，包括南瓜，然后这块炸的鱼是桃园的鱼，桃园的无锅鱼。所以我们其实在谈的事情是在地，然后我们生活里面会吃到的，那不一定是要外来的。看到小鸭造型也蛮可爱的，所以他蛮喜欢吃，就买给他试试看这样子。他的那些造型啊，或像可以迎合这样这个是活动这样子，那我想还蛮讨喜的。所以如果说配合一些客家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我觉得是还不错这样子。除了外国艺术家之外，为到也从连办16日的桃园体景艺术节，做出有关于艺术家落去宣布，担任乡亲共下来为家乡加添文艺气息。如果这个笔不好用，那边有那个水彩笔，稍微画一下边，修一下。人艺艺术家潘义友担任彩体探研设置，去向路向画图，创作水浅浅作品，画出新丰人的生活特色和情景。我们这边就是做那个水象的一个意象的一个延续嘛。那我就是以一个都市人到那个新屋，他看到新屋的景象的一个他的感官跟他对于这些景色的讶异性就对了。用墙色做带，提本但是水准的大马高路巷，把太近的水龙头，比同行工业的夜头生活，翻做行对比同行得来的料理，安尼水行带下辈水准，大棒画图又在个体居民的生活度上出现，叫唤起民众的生活记忆。有一些区域是希望由他们来做一个比较属于他们自我的一个展现，因为我大概就是一个就像水流冲过来的时候，它其实会涵盖很多东西，大概可能会有地方文化的一个脉络啊，或者是什么的，把他们平常日常生活看到的或者他们熟悉的新屋的景色给画出来，会比较实际。拿起画笔，尤其所谓屯航路准做台湾部，连太年未从14字用的屯生人的穷下画到怎么样？香蕉。那你画几根香蕉了？2根。好不好画？好。会不会很难？不会。那你喜欢出来画画吗？喜欢。动好啊！你看那声音搞到，你看今天搞个颜色，然后画画，像俺那家煮的做个菜园煮的，那就小朋友他今天看安尼做啊。我觉得你这样子土鸡人出来安尼看动好啊。你看你按照生意人个咯，大家都参与对了你的环境啊，你生活个地方发展也真好。按太近的生意人个都大家同欢喜啊。将来不卡生意人啊，孙个就七做八做主啊，炒那个了，为了彩绘。另外一片提做火观园，蔡浩生提草编工艺家王友祥的指导下，在火观园，大家发挥创意，屯火观园打扮，有人屏幕边呢，有人学着群呢，围村的人搞到真蛮欢喜。现在做这个稻草人就教一些大学生啊或小学生，已经失传了，那稻草人都抓不起来就教他们来做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这样子。还有幼稚园持通来参加，作为学校的先生，共下来在火观园，为体验艺术节的行路去韩国向你看，我引他来到中基下打七桌，没吃到怪奇米。原本我是新丰人啊，新丰人就是要为地方做一点事情。既然是地景艺术节，地方的景致，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景色，而且家家户户
都有这个责任，让外地的游客来认识新屋。让他们发觉，其实新屋就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很淳朴的一个乡村，一个很居住环境很好的一个乡镇。还有艺术家落来新屋一整夜，带领彩铁高中生3期见面。屯区的厝架硬火准容器，做出立体的形类来中华中草，共同创造出绿雕塑。比较希望是跟环境、跟在地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连接。那当时会想到说，用一个地景里面的雕塑这样子一个概念，那是用一个比较回收家具的方式，因为基本上所谓的绿雕塑其实包含2个层面，一个绿是指种植的部分。但另外一个绿其实是指，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回收再利用能够尽量以一个对环境友善的方式。工作坊的艺术家见大见高，高中生囤涂书的作品拆开来，有人做出白公虾，有人做出一人一太楼。艺术家朱林子看到见成熟，讲很赞。他们对于整个用课桌椅来做创作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让我非常惊讶。所以我在想说，也许课桌椅是跟他们生活里面最密切相关的材料，也就是他们从小学甚至于幼稚园开始，每天1年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时间是跟课桌椅相处的，所以这在他们生活当中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让我很惊艳。彩铁艺术家苍天虎用废塑的废铜废铁打造创意钢铁的异想世界，韩国团机器人作品打扮出艺术态度，像个路人蹲脚韩国翕相表演，充满生命力的钢铁机器人，每边作为先用环保理念一等站的教材。大部分去做有的会做的故事故事性的有的会做小朋友的玩具的像买海绵宝宝喜羊羊就看一只，没有慢慢的没做到好多意境的就讲用抽象的啦像国强就安做客家人的传统的种文化里头艺术家陈立基爱屯空间改变，用4个模组拼出陶冶体景。青色是草地天桥，红色是建筑物，蓝色是笔筒。希望民众参加来表达出大家希望幸福和百物是用的一样的。我这个作品呢，当新屋遇上皮塘，那他想要透过一个积木拼图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这个桃园地景的这个构成。那所以原始的创作构想呢，是希望说，当我们建构了这样子的编织地景拼图桃园的这个作品之后呢，能够透过让民众参与，他自由的移动我们的建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绿地，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皮塘，来反映他对这个桃园地景的需要。用日本太极艺术节、来妇女艺术节来做学习对象，打造出的陶冶体景艺术节，同样希望用艺术的方式来带动地方的发展，而新规新物用综合的法律同信心。关于艺术家3万的创作，强调彩体参加、彩体连接，想要打帮艺术作品，同新物的体景、笔筒、天桥，韩国鲜明的表现出来。地方人士每次同吃饭，本热心的落来参加，望等幸福的奖本人看到，韩国本人感受到淳朴的人情味。不过上到暗好暗杂，人啥没注意到。它本身呢，靠着一个小鸭，就立刻成为话题，引爆的话题。可是呢，毕竟这不是一个商业行销活动，这是一个艺术嘛艺术节，我们要把艺术的元素放多一些。那在这里面看到的，它是被淡化掉了，就是这是好像有一点失焦了人潮很多人了，跑进来看了很开心，拍照了，拍到了很高兴，就走了。甚至于对这个新屋本身来讲，他们的产业有没有活络起来呢？
他们的艺术的气质有没有被提振起来了？艺术家在这里面的参与度又如何呢？这一些点点滴滴好像很淡化了。